今仔日就是总统大选登记的最后一天，昨昏拆破面，也那侯友宜甲郭文哲甲郭台铭昨昏拢无讲出一个结果。郭文哲已经对外宣布讲，伫今仔日早起11点，伊会去中选会登记。也那国民党嘛表示，伫11点的时，伊嘛会开中常会了后就会去登记。也那郭台铭是无发布任何新的消息。那北过23下昼的三方会谈最后无结局。不过24就是总统大选登记上尾天，会后民众党先发新闻稿讲，郭文哲24早起10点，以及中选会登记参选，届时就会公布副手的人选。我是带着诚意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希望说再能够整合出一组最强的候选人啊。不过今天不管结局怎么样啊，我们还是会寻求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哦，我们一定会完成政党轮替。国民党原本按算今仔下昼要开中常会，也提前到早起11点开，应该通过并且公布侯友宜的副手人选。侯友宜竟办伫昨暗记者会讲，郭文哲坚持伊是上强的人，不过侯友宜甲国民党认为是需要上强的团队，不是个人。不管是马总统、朱主席，或者是侯市长，都受到了很大的公开的屈辱。大家一定会问，所以蓝白到底破了没？国民党必须说，我们会继续秉持诚心、耐心、同理心，会继续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国民党也讲，登记结束是下昼5点，国民党会等到最后一刻。一那民进党的赖清德23伫咧高雄徛台时阵强调，赖萧培才是上认真的组合，伊一天走11个行程，哪有多选？顶多是对手超规波也无结果，哪敢甲治理国家的工作交予这群人？已经几个月了。我相信全国民众已经清楚看到，所谓蓝白合，只不过是基于政党利害、分赃权力，同时充满算计的一场游戏。要若要独立参选的郭台铭，会后无发新的消息，只是伫会谈结束了讲，这是一场无言的结局。顶多是伊的副手赖佩霞暗时伫 FB 发文讲，再一遍看到郭党展现监督能力加不同，并且相信明仔载会更加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